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读圣经，读来到伫出埃及记第5章，讲到摩西、阿伦去甲法老、去甲埃及王讲以色列的上帝爱摩西来带因出去离开埃及。然后伫即个故事的中间，互咱看见，无论你讲叫做以色列人，还是叫做希伯来人。因伫即个中间，拢有真大的征战，因为代志一直无遐尔简单。咱若看咱今仔日所读经节第5章第1节，伊讲着讲，准我的百姓去，因通互因伫旷野为我修正。我想这是一句真特别的话，通常咱读圣经伫即个中间，足将伊着安尼跳过。伊讲啥物？伊讲摩西甲阿伦去甲法老讲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爱互伊的百姓通出去到伫旷野来守节。守节的意思是啥物？守节的意思就是伫迄个中间来敬拜即个上帝。以色列百姓因的文化，也是因的迄个历他们的犹大历有足侪的节日，遐个节日拢是甲上帝以及甲啥物货有关系？甲修行有关系。比如讲，因若是七七节、祝棚节，就是因为伫田地已经开始要修行，所以爱伫迄个田地园仔边爱搭一个寮仔，然后大家伫迄个中间住伫迄个寮仔，逐日暝拢伫迄个中间会当来修行。然后修行了后，过就是另外一个节日，每一个节日拢甲啥物有关系？拢甲农业的收成有关系，一直收，一直送，然后最后是啥物？是感恩。当然，若是到伫即个出埃及记了后，就有一个变做搬过节，迄个是啥物？迄个就是纪念出埃及的即个事件。但是出埃及的即个事件，毋是单独存在的，伊嘛是因为伊伫七七节、祝棚节之后，伊有修行，然后大家要伫遐过日，要过节。所以伫即个中间，第1节甲咱讲，伊讲爱互伊的百姓去伫旷野我守即个节。咱会当通过即句话，回转去想以色列百姓对进入到埃及、甲约瑟、甲雅各入去到埃及，因有真好的生活。因伫遐拢做偌久？400年。伫迄个中间，有可能因已经袂记日，当初时因是对一个上帝安怎带因来到伫即个埃及地。当因来到埃及的时，是因为外口欠粮，所以因入来。但是当因后叫的时，因要搁一摆出去，但是因敢有认捌即个上帝？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其实有真大的变化，对原来因有亲像因的列祖来军队来敬拜侍奉耶和华上帝，一直行到尾差不多强要无熟悉。所以当上帝找起摩西来的时，摩西也毋敢。安怎讲毋敢？伊讲我足小可，你要叫我带以色列百姓要出去埃及，要叫我去见法老王，我毋敢。以色列百姓听着讲摩西来要带因出埃及，以色列百姓嘛毋敢，是安怎？因为伫迄个中间已经失去当初时上帝甲因建立迄个好的关系，致到因伫迄个中间信心不足。有一首歌有一个牧师叫做杨伯伦，即个牧师不止厉害，伊应该是。伊是上海人本来是上海人，后来转去到伫香港，转住伫迄个香港，伊有出版真侪的圣歌，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我要伫即个中间特别来介绍。但是即个介绍，我想毋免我介绍，因为咱中间一定足侪人知影。伊的歌词安尼写，伊讲：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来得找。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敢有人知影这条歌要安怎唱？应该是有吼。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带着走。会晓唱，咱做伙来唱。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希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来得早。在稳妥的视野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来得早。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祷告，我们尽心，勿把主恩典忘记。反复2句。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来得早。你甲看伊所写的歌词内底，第一段伊讲在明媚春光，幸福生活，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我们把恩典忘记。第二节伊讲，在稳妥事业，在迷人笑声，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我们把主恩典忘记。第三节伊讲，明媚的春光，幸福的生活，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我们把恩典忘啊。第三节是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祷告，我们警醒，勿把主恩典忘记。今仔日咱的生活嘛，足像即个诗歌所写，即个诗歌内底所写的嘛，足像爱伫以色列住真久的，伫埃及住真久的以色列人共款，伫迄个真好、真舒适的生活顶悬，将上帝恩典卖去去。足趣味的是，我足细汉就捌唱过即条歌，即条歌是当初时伫迄阵圣灵复兴运动的内底，就已经咧唱啊。即条歌当时写19，恁敢会拢知？有咧看，大家拢有咧看吼。1956年就写好即条歌。我想，即个牧师伊不只是对圣乐真有伊的能力，伊写足侪圣乐，写足侪册。我想伊对牧会中间看见信徒伫生活顶悬，伫恩典内底，伫上帝赏赐的中间，袂记即主的恩典，嘛有真侪的提醒。我想今仔日咱中间检采也是亲像安尼，亲像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因为日子生活真好，所以最后袂记即到底是甚物人赏赐因即款好的恩典，直到最后。法老王无捌即个上帝，直到以色列百姓嘛无捌即个上帝，直到最后，人伫迄个中间失去原来起初的信心、听心以及信仰的坚持。人变啊，环境变啊，含信仰也变啊，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嘛改变啊。当所有一切条件拢总改变的时，换做以色列百姓无法度搁往头前行后一步，因为当摩西、阿伦去甲埃及王讲了的时，最后
第六节到第八节伊讲啥物？第六节伊讲爱吩咐遐个督工诶甲官长，要叫以色列百姓做庄啊。本来是埃及，互因草啊，互因做庄，然后做土丸啊，然后烧做庄。结果到即个时阵，最后变做啥？是甲伊讲，叫因家己去捡草啊，来做迄个庄啊。亲爱兄弟，当咱人变、环境变、信用变，人甲人的关系、人甲上帝的关系拢总改变的时，你想要转去到维持迄个好的关系时，你爱付出相当的代价。迄个重担压伫咱的身上，已经毋是咱会当承受的。我想今仔日咱对即个经节内底所看见的，就是安尼。今仔日当以色列百姓想要重新去到旷野上帝来祭祀敬拜的时，伊所拄着的迄款的困难，已经毋是当初时雅各、约瑟带因入来到伫埃及的时所拄着的困难共款。我想迄个时空背景已经完全无同。咱中间足侪人，大部分的人检采拢是对台湾来的，也是对外地来到伫即个所在。我想，当咱来到伫即个所在时，有真侪事咱需要适应。你需要适应啥？若用遮甲台湾来比，气候敢有相像？台湾较湿，遮咧较干。当然，遮无法度甲阿宝塔比，阿宝塔可能阁愈干。啊，若是遮的咧，若是用现在来讲，我无感觉有真大的无共，因为温哥华要买华人所要用的物件，要食的菜，想起来敢若无足困难的。所以爱食啥物物件，好像都有办法吃得到。含你要食一个米，本来拢想讲来到遮要食米可能真困难，所以早就叫囡仔讲后摆拢食面包。结果无拍算来到遮，遮的米比台湾搁较俗，遮的米比台湾搁较好食。台湾真若咧卖米，除非你买着迄款足关价的米，若无米一定是2、3种的米人做伙，无迄款讲一包拢总是迄落台湾的米池上米都不池上的，因为池上米都会放其他的米。啊，伫即个所在若大咧，大甲台湾有啥物无共？啥物？哦，遮有放烧气，台湾无放烧气，所以旧年、前年台湾花甲时阵有够冷，但是来到遮颠倒较好势。然后遮会大咧，若温哥华叫做啥？温和大，温开活，温和大，所以温哥华住习惯诶，转去台湾拢袂喘气。啊，运动的习惯呢，伫即个所在看，逐项拢足水，山湖，逐位拢是运动的所在。就算厝林的头前甲后壁，嘛是你会当去行、你会当运动的所在。我想，去到伫一个所在，要适应一个所在，有时无遐尔简单。但是若要适应遮个咧，时间有够，大概都会使。有的人来到温哥华，愈大身体愈健康，我想这是一个好所在。但是要适应的物件，敢敢若安尼尔？有时要适应的物件超越咱所想的。你适应啊吗？来到伫即个所在是一个移民的所在，甲台湾出去，你所看到的人、物、文化，拢总无共。伫即个所在的人际关系，甲你伫台湾的人际关系敢有共款？我想迄种的范围、迄种的界限，拢会无共款。伫即个所在，你甲人咧做朋友，甲你伫台湾咧甲人做朋友，有
有时嘛无啥共款，因为伫台湾看济咧，伫温哥华咧，有几个台湾人有可能咱算会出来。你熟悉的，伊嘛熟悉；伊熟悉的，迄个嘛熟悉。所以牵牵的到尾咧，逐个拢熟悉。就算讲无解释，嘛听过迄个名。啊，若来到伫即个中间，迄个家庭的观念敢有共款？甲你伫台湾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观念，敢有共款？我想伫遮有搁较大的挑战。伫即个中间所要维持迄个家庭的观念，请问你要维持西方文化的家庭观念，还是维持东方文化的家庭观念？你是要维持第一代移民所有的迄个家庭观念，还是你的囡仔伫遮大汉接受着遮个思想甲教育所产生出来的家庭观念？即两个观念敢有冲突？你敢适应啊？伫台湾的退休生活，甲伫遮的退休生活，敢有完全共款？我想有真大的差别。我想伫迄个中间，咱毋是要用好甲歹来论断讲对一边较好。其中咱所要伫遮来思考的是，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好处甲优点，但是嘛拢有咱需要去克服以及看袂到的重担甲艰苦。伫每一个所在，拢有上帝恩典赏赐的地方的所在。但是伫迄个恩典赏赐的背后，嘛有真济需要咱倚靠上帝，才有法度克服的所在。今仔日，无论是伫温哥华，也是伫台湾，无论你来到即个所在偌久，无论你是来真短的时间，还是你已经真久的时间拢住伫遮，但是你敢适应啊？今仔日的你，是一个加拿大人，也是台湾人，也是一个加拿大的台湾人，也是一个台湾的加拿大人。对伫以色列百姓来讲，当因入来到伫埃及，因已经开始成做一个埃及的人。因伫遐虽然有因的语言，因的种族，虽然有因的生活习惯，但是伊已经伫400年的中间，渐渐袂记得因的上帝是对一个上帝。所以今仔日咱咧读出埃及记的是一个上介大的主题，总是咱常常伫迄个中间会忽略的。咱拢敢若会记得伫顶礼拜的经节，顶礼拜的经节讲啥物？伊的要求，上帝已经听到遮个百姓的要求，所以要来拯救。但是咱忽略一点真重要的，就是遮个以色列百姓即摆到伫埃及，已经诚做埃及人袂记得因的上帝是对一个上帝。今仔日出埃及，是要重新建立以色列百姓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出埃及的意思所代表的意义，是要找回当初时信仰的根基。出埃及的意义，是要搁一摆来敲找当初时赏赐恩典的是对一个上帝，然后爱出去到伫旷野来敬拜伊，对伊修正。以色列人适应埃及的生活，但是因失去甲上帝应允的关系。我想这就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要重新来读出埃及记一个真重要的理由，以及重新来看咱所行的到底是啥。有一个毋是故事的故事，因为伊不只是一个故事，伊是一个真的生活。捌有一个去到伫美国已经30年的台湾囡仔，伫前一站有机会会当介伫美国
熟悉。啊，伫迄个中间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就是伊要招我去因兜，要烤肉，要烘迄个牛排，要烘迄个牛排。啊，伊甲我讲，我招你来阮兜来烤肉，啊，我嘛会招阮爸爸妈妈来。啊，然后迄天的时，阮就先去别位佚佗，啊了过才去到因兜。结果去到因兜的时，因兜气氛真奇怪。啊，阮这甲伊一开始也无咧外熟，啊，佫是去人兜做人客，干若去食迄个牛排、迄个烤肉安尼尔。所以一开始也无啥知影，但是甲伊的爸爸，我甲伊的爸爸讲话也讲甲真欢喜。了后，伊迄个新妇才甲我讲因爸囝两个谈拄仔冤家。讲我是安怎冤家？伊讲我毋敢问。迄个新妇讲伊毋敢问爸囝两个毋捌咧冤啥货，啊伊毋敢问啊，结果转伫迄个，但是我着感觉袂出来啊，因为我甲伊讲话也讲甲真欢喜，啊甲因囝讲话也讲甲真欢喜，但是爸囝两个无讲话，一个拢咧烤肉，一个拢咧啉酒，无讲话。一直到迄暗结束了，因囝才甲我讲，伊讲因拢常常为着一项事咧争辩，就是伊的妈妈感觉讲。这个囡仔需要有好的造就，他是唯一的家里唯一的男生，查某的姐佫哪会啦，但是伊是唯一的男生，所以伊感觉伊爱来遮受真好的教育，所以甲伊送来即个所在。啊，为着要互伊会当受美国，我毋是加拿大伫美国，啊，为着要互伊会当受着一个真好的教育，所以伊感觉伫台湾毋免先学英语，去到遐较来学。但是对着即个囡仔，即个查甫的。伊去到美国的时，伊足艰苦，因为伊去到美国的时，伊含 ABCD 几字伊都毋知，因为伊无准备。然后头前的3年，伊感觉伊亲像一个自闭，伊足无朋友，啊，佮迄个时代甲现在无共。你会当用 Skype， 你会当用 Line， 你会当用 Facebook， 你会当用足侪物件，但是伫30年前可能毋是安尼。30年前的环境无亲像遮尔好，所以伊伫迄个心内一直有一个怨叹，讲你迄阵是安怎要带我来遮？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但是迄个妈妈、迄个爸爸，伊感觉讲，我是将上好的物件互你，我将你的未来互你，我为着你的未来，在替你起造你所需要的。石头，我为着你的未来来准备。其实这个人，咱中间可能有人知影，其实伊是志娟一个表妹伫西雅图，伊嫁去西雅图，2年半前嫁去西雅图。但是足趣味的是，当伊嫁去西雅图的时，嫁去到西雅图，伫台湾的亲人无人看过，无人甲即个南方即边有熟悉。啊，因是先结婚，因是先订婚，然后结婚了，才互男方的爸爸妈妈知影因囝已经结婚啊。原因是，只要因囝的对象，伊所有拢总反对。但是最后是阿舅甲阿伯出来做主婚人。甲迄个查甫的讲，你免烦恼，你3个姐姐结婚的时，你三个姐姐有2个姐姐结婚，迄2个姐姐结婚的时，拢是结了后甲恁爸讲，最后拢会过关。啊，若先甲伊讲，拢总袂过关。啊，真趣味是结婚了佫好势好势，结果才知影，迄天就是为着烤肉的代志咧冤家。因为因爸爸感觉烤肉毋是安尼项的。伫即个故事的中间，我想咱嘛会当搁一摆重新来看到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所拄着的。当以色列百姓伫埃及伫遐哀求讲，
阮所拄着的困苦遮尔重，你来偷放我。但是却袂记得，当初时因会去来到伫埃及，是因为因要闪避迄个饥荒，所以互因来到伫埃及地，得到食饱。但是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伊无感激，伊无感激来到埃及，是过去雅各以及约瑟时代上帝所赏赐迄个好的恩典，迄是上帝应允伊，要拯救伊，诚做因的上帝，所以甲伊带伊到埃及。反倒伫埃及伫迄个中间，袂记即上帝，然后伫遐哀求，阮的苦痛，你敢有听见？当上帝伫迄个中间重新来出手的时，甲以色列百姓讲，恁着爱离开即个所在，去到旷野来敬拜我。这是要重新恢复以色列百姓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兄弟，今仔日人所受的，无论你手里所有的资产有偌济，无论你对上帝领受的福气有偌济，拢袂当取代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今仔日无论你互你的囡仔有偌济，也是囡仔对父母的中间来继承偌济，拢袂当去取代爸囝之间关系的甜蜜。上界重要的，毋是迄个有形的资产，上界重要的是迄个无形的关系。今仔日你甲囝中间的关系，才是上界珍贵的。对某一种人来讲，你甲老爸之间的关系，才是你所爱感谢的。以色列百姓伫即个中间，爱通过出埃及，才有法度重新来了解，原来以色列百姓无论好无论歹，伫迄个中间拢总干那埋怨。当因出埃及了后，有肉人食，有一下讲无水人啉，一下讲无肉人食，一下讲日头伤大，一下讲暗时伤冷。所以上帝赏赐的是甚物？有对石盘内底出水泉，互苦水变做甜的水。这咱伫过来几礼拜中间，咱会读到遮个经节。然后，互因有玛纳人食，互因有烟吞人食，互因即时有熏跳。是安怎是熏跳？因为要早日啦。是安怎用火跳？因为暗时会冷啦。上帝用遮尔好的物件来陪伴、来看顾、来顾守遮以色列百姓通出埃及，但是以色列百姓所有的反应是甚物？是埋怨搁埋怨，甚至伫摩西去到山顶领迄两块石板的时，因做一只金牛，因为因无爱即个上帝。亲爱的兄弟，语面的社会，我渐渐才开始了解。伫中间有真侪，互人讲袂出，无法度解说，对外人来讲起的迄款的心酸甲苦痛。伫迄个中间，不管是家庭，不管是亲子关系，不管是夫妻的关系，真侪时拢拄着真侪的挑战。但是，亲爱的兄弟，请会记住，上帝的慈悲怜悯，就是要互咱搁一摆通过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恢复甲人迄个好的关系。上帝搁一摆呼召以色列百姓，是为着要恢复过去百姓甲上帝之间迄个好的关系。上帝上界大的恩典，上界大的祝福。毋是伊赏赐玛纳甲烟吞、熏跳甲火跳，是因为伊应允，伊要甲百姓同在，以及伊赏赐迄个老年甲彼头前有目标的应允。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伫遮咧追求甚物？
咱愿意将上好诶，互咱诶囝儿，咱诶囝儿做囝诶，嘛对老爸中间、对老母中间得到真好诶安排。但是有时咱毋是伫即个中间用欢喜感谢来领受，咱反倒是伫真济中间用掠掉迄个苦痛来互相责备。咱今仔日所爱学习的，毋是互相责备。咱今仔日所爱学习的，是要安怎伫咱现在所徛起的时代，恢复过去迄个好的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囝儿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毋通用你所有的看会到的物质来代替迄个看袂到的关系。今仔日对咱来讲，上界宝贵的是咱的关系。愿慈悲怜悯的上帝，对咱所读的经节开始开启咱的想法，互咱的出埃及毋是信仰顶悬要出埃及尔，咱的家庭要出埃及，夫妻之间的关系嘛要出埃及。愿咱会当伫即个中间重新来看见上帝伊的大能伫咱生命中间重新做工，互咱伫恢复关系中间来看见上帝的同在甲应允。愿恩典怜悯甲咱三个伫地，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摆来阮的祈祷，因为阮知阮不配。阮常常用阮家己的意思做意思，来行阮所爱行的路。所以阮常常甲你规定，你爱赏赐阮生命，你爱互阮得到生命。阮常常为着阮所听的人来祈祷，阮期待伊会当亲像阮所愿意付出的来得到好处。主总是阮袂记进。你才是阮生命的主，阮常常袂记进，阮所有一切是掌握伫你的手里。阮的工作，阮的教会，阮的家庭，阮甲亲人之间的关系，嘛伫阮甲朋友之间的关系中间，主啊，求你来掌管。求你互阮毋是看见所无够的，所亏欠的。所着我的，主求你，互阮通看见，阮着感谢的。愿你的恩典甲阮三个伫地，愿你甲阮三个同在，互阮伫所行的路顶悬，有你一路陪伴甲引带。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